有上百个台中雾峰区溪口里甲丰国里的民众，今仔是去台中市政府申请，因不满业者要伫附近开发一个大约30公顷的生命园区，因烦恼讲会对附近的环境去造成污染，所以要求市政府撤案。拒绝破坏环境。 大阵的居民来到台中市府头前提布条抗议，讲不满业者按算伫雾峰起一个生命园区，佫包括要规划新的蒙阿波，可能会造成污染。民生用水要用他们那个地下水，地下水让他们抽走了，我们下游的里民要喝什么啊？ 盖在这个水源头，那真的这个污染的话，再来浇水果。 自救会表示，业者就经伫咧雾峰的溪口里甲丰国里大约30公顷的土地开发生命园区，除了规划乐藏区，佫有20万价塔位范围，恐惊影响环境。环保团体表示，当地是地质敏感区域，无适合大型的开发案。 地质脆弱，然后又是地震的这个频繁的地区，那你盖了这个，不管是纳古塔或者那将来如果发生地震走山，我们是一定要征召一些环评委员、专家学者他们的意见来做一些修正，也纳入地方民众他们的建议。 环保团体表示，一旦开发，恐惊会发生崩山意外。不过业者表示，原本12月27第2届环评初审已经申请延期。园区是采用低密度的开发，会尽量维持原样。相关的污染措施嘛，照法规来做。市府嘛已经要求业者报警，把相关的影响讲清楚。开发的必要性，以及这民众的声音，以及生态环保、水土保持、交通等等，都有提出要求这个开发单位必须要去做 完整的回复。环保局表示，已经要求业者伫咧明年2月进行完成报警。不过当地居民坚持爱业者撤案，若无就要继续抗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